也屏东垦丁观光人数一档比一档搁较少，去年敢若剩218万人次去到垦丁佚佗，这已经是连续2档创下上低的纪录。尤其变少大型的饭店挡袂牢，去年垦丁统一度假村停业了后，连好用大饭店去年年底嘛开始征收暂停营业。摆垦丁街啊，无啥物人，冷冷清清。2014年，垦丁捌创下一年837万人次的观光纪录，不过这几年啊一直落落来。2024落到214万人，到去年2025年就无到214万啊，甚至比疫情时期搁较惨。只有去年10月连假小可增加，不过整体数据明显下降。金额可能不太符合大众对于国旅的看法吧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出国玩比较便宜这样子。像你说价格，其实台湾大部分的夜市也都那个价格，所以我个人没有什么感受。吃的东西选择会比较少，淡季有可能会给你升级这样。观光降温嘛冲击饭店业者。根据了解，恒春半岛饭店去年平均大房率表现无好，规年只有一间超过60%。去年2月，垦丁统一度假村停业了后，即马另一间垦丁福荣大饭店，去年的10月就有公告，饭店要进行大规模的整修，暂停对外营业。对此，福荣饭店强调只是单纯整修，美乐区已经改装好势，有继续营业。我们也许经过了10年到20年的时间，其实游程是并没有升级的，很容易让消费者不知道这时候要来消费什么。那这时候看的东西就是价格，民宿的价格、餐饮的价格。举例来说，像垦丁大街卖的东西，会不会跟他家夜市的东西太像了？那没有差异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容易找到解方。地方人士讲，垦丁若无发展出新的观光方式，就无法度请新一代的旅客来，恒春半岛的观光就会卡条咧。屏东县政府也表示，今年阁会调整策略，同时强化多国语言的旅游导览，期待垦丁会当阁找到新的吸引力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